38管理俩公司搞半年管理39公道機出鬼拍火40功效佢功效嘅莫認真41客氣唔是按客氣42行人台灣有當道行人43開19莫視察為開死人你講到按嚴重開機動手你知麼44染假同學莫染假45開會下禮拜愛開會46禮貌阿里當有禮貌看到人就會喊人47拎傻佢打扮像拎傻式48罵做唔錯事情難怪本人罵49銀客對兩三種做準備唔切50人生過到按苦做乜嘅人生短短唔好按好計較51外家嘅外家係做生意嘅52懊惱先生見老家爸懊惱佢53騙佢騙人錢財大家人都本佢騙過